个空军甲陆战队伫顶个月，拢有现役的军人上网卖枪，互警察来抓到。讲国防部长邱国正有下令2届，爱来清查枪械弹药，讲每一个单位拢回报讲正常，这是毋是咧欺骗呢？虽然讲上网贩卖并不是即届所判决的枪，不过朝野立委拢认为讲，这个军中的纪律出现着漏沟，认为不可原谅，应该负责的这个长官必须爱落台。叶无清在树林村的水面底枪陆战队所发生2件枪击甲零件碰见案件，龙庄一区一支点数火地震发现无形情调包6992减2件91步枪的枪击。实际上，空军政管连队2个士兵捌伫网络卖一支改造底枪甲18发的枪支，2月17清水休息站互警方抓到。2月25又有一个陆战992细市的上兵，同款伫网络卖枪支，警方加工要甲买，伊面到时甲抓到。虽然即摆碰见的枪支甲卖枪支无同款，也过若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，恐怕造成治安的问题。枪击基本上就是步枪上面一个，它主要包含撞针这个部分。如果它有取得枪击，那当然变成改造枪的几率的确会比较高一点。大部分陆军的单位还有我们后备单位原本都在用这个枪，那现在陆军那已经在陆续由这个最新的 T-5K3 9公里手枪来更换当中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听讲，伫代志发生后，捌伫战敌前回报下令清查枪械甲弹药，所有军长过长工拢回报讲，军械枪药拢无问题。邱国正嘛看袂清，牵涉到管理是否有松散，是否有共犯的结构，这件事情没有可以原谅的理由，必须严查清查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国防部要痛定思痛，来全面清查、全面列管。若没有办法解决相关的问题，那该负责任的长官就必须下台。小年所发生真济件卖枪甲枪击碰见的案件，看这个办事，国军的螺丝已经冷去啊，嘛好内部的军中纪律的问题，勾引起外界关心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